啊，嗨，让人记。好，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宣导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理性冲撞。等一下冲撞的时候，我们要关爱这边的这些护城河的这些人。今天护城河蛮脆弱，大家要小心安全。冲撞的时候可以冲，不能撞。然后等一下，如果除非有 Q 你们拍手，不能拍，或可以拍啦，应该说可以拍，但是不能拍出声音，好不好？然后如果要开圈，请遵守那个内线超车的原则，好不好？一起共创美好听团环境，有礼貌，这样都知道了哈。知道我们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